打吡大使甄子丹再次見證新一代打吡盟主誕，古巨基時隔多年再度擔任開幕表演嘉賓。香港馬界年度盛事之一，寶馬香港打吡大賽將於3月23在沙田馬場隆重舉行。這場賽事是4歲馬經典，是系列的最終對決。不僅是4歲賽區的至高榮，更是馬主、練馬師及騎師夢寐以求的一生一次。就屆時，各路精英將齊聚沙田，為追求打吡桂冠，力拼搏。連續多年獲邀擔任打吡大使的國際影甄子丹將再次到場觀賞賽事，而曾參與賽馬日。古巨基古 Sir 闊別9年，將再次到訪沙田馬場擔任幕表演嘉賓。當天，所有入場人士均有機會得到場禮物及參與沙田馬場日日賞2025寶馬香港打吡賽大抽獎1，更可體驗一系列特色美食及贏取豐獎賞禮遇。誠邀一眾馬迷、歌迷及旅客一同入場，與見證新一代打吡盟主誕生，感受現場觀賞香賽馬的熾熱氣氛。由2013年起出任打吡大使的國際星甄子丹，將再次親臨現場與全場觀眾一同見新一代打吡盟主的誕生。甄子丹10多年來見證無數榮耀時刻，肩負着傳揚打吡賽事4歲功名，生一次鬥士精神的使命。他表示，每年3月更訪，成為了提醒自己專注、決心及堅持有多重要的要時刻，期待再度與觀眾於現場一同感受這場烈而緊張的巔峰對決。情歌王古巨基闊別多年，到擔任表演嘉賓期，以音樂推動賽馬旅遊。曾於2009及2016年為不同賽馬盛事擔任表演嘉賓的情歌王巨基，將於3月23日再次現身沙田馬場，為寶馬香港吡大賽帶來精彩的開幕表演。近年來，古 Sir 積極推動香港音樂文化，透過參與聲生不息大灣區大受歡迎的音樂節目 Music Panda， 除了提攜新生代歌手，更進了不同世代音樂人的交流，為香港樂壇注入活力。同時向不少內地及海外朋友展示香港音的多元魅力。Music Panda 更在網上平台最熱門影片排行榜奪得冠軍。今次作為寶馬香港打吡大賽的表演賓，古 Sir 表示，希望可以藉着音樂表演推動賽馬旅，吸引更多年輕內地及海外朋友進場觀賞表演，感受香港賽馬的熱鬧及刺激氣氛。寶馬香港打大賽是4歲新星賽區最高榮譽的賽事，不少賽晉身香港馬王前，均先於打吡大賽中嶄露頭角。一向十分支持新星的古巨基，自然是為打吡大揭開序幕最佳表演嘉賓之一。古 Sir 呼籲大家記住，定家人好友3月23日入場支持，一同見證4歲新星明之路。我將會第3次在沙田馬場表演，參與寶香港打吡大賽，盛事卻是首次，十分期待。